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嚟到大角咀常在心呢一度咧食午餐㗎。睇下呢度個環境非常之簡潔，而且咧仲要係咧用緊木系嘅設計添，感覺咧好舒適，好 relax 啊！仲有喎，不得不提係咩咧？呢度個午餐咧超值啊！睇到你都覺得好吸引咧。呢一個咧就係煙燻三文魚配角。哇，88蚊咋，而且咧用料十足啊，尤其是個三文魚啊，哇，簡直咧就係色香味俱全啦，仲有溫泉蛋。一個香辣咖喱飯咧62蚊咋，而且咧啲雞塊咧鮮嫩多汁，仲有咧鎖住呢個咖喱嘅味道，個咖喱撈飯咧簡直一流啊，又香又滑啦。當然唔少得叫翻兩杯特飲啦，一個咧就係蝶豆花荔枝梳打，一個咧就係蘋果果醋梳打，你會揀邊個咧？呢一度嘅咖啡咧同樣精彩，呢一個咧就係菠蘿齋啡啊！睇到咧已經感受到佢嘅心思啦，飲落去嘅時候咧又香又滑，而且咧仲有啲菠蘿嘅酸味嘅，亦都可以帶出咧咖啡咧嗰個味道。到呢一個黑芝麻系列係必食之選啦，犀利啊！芝麻酥皮撻咧，外皮咧超鬆化，裏邊咧個心咧係好熱噶，仲有上面咧就擠咗一啲芝麻嘅汁喺度，哇！呢一個味道同口感咧真係超好啊！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，哇，超滑啊！而且個心咧真係軟到不得了。仲有好濃濃嘅芝士啦，同埋黑芝麻味，估唔到呢個配搭咧係咁出色啊！仲有呢個糖不甩芝士奶凍啊，估唔到咧中西咧係可以合璧噶。個奶凍咧好滑啦，仲有好香嘅芝麻味道啊！加埋咧個糖不甩咧，嗰個口感同層次感咧都出晒嚟啊！芝麻白肉 bagel，哇，白色嘅估到係咩？其實咧佢係咧麻薯嚟嘅，食落去咧煙煙韌韌，而且咧仲有好濃郁嘅黑芝麻味道，啱晒我啊！我覺得咧食得多芝麻咧，人咧都會靚啲噶。黃金酥雪糕係用黃金酥脆嘅牛角包整扁咗之後啦，就再加埋呢一個咧咁香濃嘅咖啡雪糕，而且咧旁邊啦仲有啲新鮮嘅水果咧嚟到裝飾嘅喎，配搭埋佢自家製嘅鮮奶油、蜂蜜麵包脆脆，哇！加多少少嘅冧酒焦糖醬，呢一個甜品簡直係無敵必食之選啊！仲有個楊枝甘露同埋杏仁核桃茶。呢度簡直就係性價比高啊！主餐派咧嘅食物咧相當之豐富，仲好有水準，而甜品咧都同樣係咁精彩。甜品控咧係必選啊！影相打卡咧一定要嚟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快啲嚟啦！下次見。